我依然仲係當初嗰個，我只係行得比以前更遠，經歷過佢哋亦都更多，唔係變得衰老嘅，而係活成咗一個更加完整嘅自己。新嘅一年，等肌膚跟上你嘅高度，而真正嘅抗老唔係逃避歲月，而係主宰變老嘅節奏。我要嘅唔係延緩老去，而係等自己肌膚狀態最好嗰段時間留耐嘅。疊加塗抹，晨早已經過時。真正嘅美唔係死守不變，而係咁睇下重啟。呢個唔單止係抗老，而係等肌膚細胞全面重啟。100%全數玫瑰花胎素就好似俾肌膚發出咗一封再生指令。3倍 EGF 性因子接到信號之後，將修復力整體推高，唔單止係修補表面，而係喺更深嘅地方重新開啟肌膚修復機制。每日嘅日光同藍光都喺度一點一點消耗肌膚。Viqua 紅石榴提取物，一層睇唔到嘅日常防護罩，幫你穩住屏障，減少泛紅同暗沉。日間先守住，夜晚再修復重啟，等肌膚返去自己嘅節奏。佢唔係遮蓋瑕疵嘅化妝品，更唔係濾鏡幫你美顏，佢會將佢到死反應遲緩嘅細胞輕輕喚醒，將被時間拖亂嘅修復節奏重新整理好。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肌膚細胞重啟。而 Firmor 想為你做嘢，就係帶你翻去啱嘅狀態。1年時間，5萬張真實嘅面孔嚟到，佢係機靈逆轉，泛紅減少，亮澤均喺度同細緻度一點一點提升上嚟。企咗40歲嘅門檻，你要佢係延緩衰老定係延長巔峰？我要佢係可以自我修復嘅好肌膚。而 Firmor 從未改變你，而係幫你嘅肌膚將自我修復模式重新打開，等細胞翻去位置繼續工作，等光澤回歸，而且留得更耐，俾你底氣，就算素顏都可以獨當一面。新一年，新肌膚細胞重啟，每一張肌膚都有自己嘅故事。我哋巔峰仲未行完，只係換咗一種方式繼續展開。一路行駛，我始終仲係我，只係而家諗我更值得被好好對待。